大环境不好，有些行业反而越来越火。张嘴闭嘴都是大环境不好，钱难赚，得省着花。经济下行，怎么感觉有些地方比以前还火了？一，300块的口红与30块的快乐。二，光有桥确实还不够2块钱的梦想。彩票最便宜的梦想。三，预制菜与走扣店，消费没降级，只是便宜了。你的需求没变，你还是要吃饭，你还是要穿衣，但是你满足需求的方式变了。四，躺平的快乐最廉价的奶头了。五，当然人也不能光躺平，最后的堡垒投资自己。